Hello， 大家好，熟悉我頻道嘅朋友都知道，我平時都有練習內觀，我成日都會想點解呼吸喺靈修入邊嘅重要，除咗佛學嘅角度之外，仲有冇其他方式可以理解呢？啱啱喺YouTube 上演算法推咗一條片俾我覺得呢個可能就係所謂嘅共時性。巴夏喺片入邊用咗一個好簡單嘅方式去解釋點解呼吸咁重要啦，仲講到呼吸震動同心臟之間嘅關係，呢個真係好啟發我，所以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希望都可以帶俾你一啲靈感。Hello Bashar。Hello。好開心今日可以同你傾偈。咁你今日想傾啲咩呢？我想問下關於連結咧同埋呼吸嘅重要性嘅。咁最近我睇咗一本叫 Arasatsma 嘅書，講古代煉金術嘅呼吸方法。喺書入邊話，美洲原住民蒙托克部族係呢啲神聖知識嘅守護者，佢哋有一種特別嘅呼吸方式，可以令身體、靈魂同精神三方面保持平衡。我想知有冇方法可以好全面咁用呼吸同能量通道，當清咗情緒阻塞之後，而將佢變成一條資源流動嘅管道？當然可以啦。我主要係想知呼吸同我哋身體流動嘅信息有咩關係？當你用唔同嘅方式呼吸，氧氣會以一種超空間、超維度嘅方式響全身共鳴，令你嘅頻率擴展，可以接收更高頻嘅資訊同能量。所以氧氣其實係8重鎖匙關鍵，提供咗高維度溝通所需嘅共鳴。哦，明白晒。佢係咪同氫氣可以自己創造引力嗰個概念有關呢？有啲關係，但唔係今日重點。氧氣先係關鍵。咁氧氣係咪都關乎我哋身體入邊正負能量嘅流動同埋健康嘅電荷狀態呢？有關係。氧氣等同於你哋叫做 Merkaba 梅爾卡巴嘅能量結構。梅爾卡巴係2個互相穿透嘅四面體，共8隻角，象徵如其在上，如其在下，即天地互相呼應意思同埋正負能量流動。所以你喺冥想呼吸嘅時候，可以同時想象住梅爾卡巴嘅形狀，幫助你穩定同加強氧氣嘅流動，提升去更高嘅頻率層面。真係好特別啊！呢樣嘢令我諗起筋膜嘅重要性。我朋友建議我去練陰瑜伽。我哋之前係傾過如其在上，如其在下，即係天地互相呼應意思。仲有例如菌絲網絡點樣連結到更大嘅 DNA 系統，再接駁去高維度嘅實相。冇錯，每一個層面都存在連結。咁光又點影響呢種連結呢？既然萬物本質上都係光，即係純粹嘅能量或者意識，你可以理解為結晶形式存在。咁樣光就可以作為一種軟化劑或者解鎖劑嚟運作，視乎光嘅振動頻率高低而定，令結晶嘅光被解鎖、重新塑造同轉化，以任何方式、形態或者形式去服務同提升你嘅熱情，即你最熱衷嘅事物，並帶嚟真正嘅益處，幫助你實現更多喜悅同滿足。哦，我明白。我好似係唔同地方都留下咗光之密碼，例如我早排同一班女士去咗夏威夷，仲有都去咗佛羅里達。我覺得咧，光係有意識嘅，而我身體都知點樣做，但我仲係好好奇收集光之密碼嘅意義，同埋當我哋穿越銀河系緊時候，而家個光對我哋有咩唔同？其實光之密碼只係特定嘅資訊模式，以光嘅自然形態保存低。當你去收集，實際上係提醒自己你係邊個，你係為咩而嚟。你可能係為自己留低咗線索或者種子，一步步幫自己重新聚合翻嚟。我都一直努力咁做。我仲有一個更大嘅問題，我發現自己人生最大嘅興奮，其實係經歷咗上癮同療癒嘅過程。唔單止都幫自己，仲幫到屋企人，等於清理世代創傷同世代模式。呢個係我嘅角色，我願意承擔。我見證到屋企人真係有改變。咁呢啲改變會唔會影響到集體意識呢？我係咪因為清理世代創傷模式而透過自己嘅改變去影響其他人呢？清理完之後會唔會自動擴散，定係同宇宙慢慢地建立聯繫？記住，萬物都係相聯繫嘅。你做嘅一切喺多元宇宙入邊都有人可以用得着。你唔一定總會知道點樣用、幾時用，但係網絡已經存在。你每一個選擇，每一種能量，以其他人佢哋嘅方式，從佢哋嘅角度去思考佢哋可能未有考慮過嘅其他選擇，都會成為佢哋嘅啟發。當然，最後要唔要匹配到你嗰個頻率，都係佢哋自己嘅選擇。所以你最好嘅做法就係單純咁散播出去，
等有需要嘅人自己嚟攞。咁聽落好興奮啊！尤其當我參加匿名戒酒會嘅時候，又或者喺出邊同人講療癒嘅時候，我希望嗰啲資訊都可以傳播出去啦。係啊，但你唔需要希望，你要知道佢哋隨時可以用，但唔代表所有人都會用，因為你唔知佢哋而家嘅生命道路係點。最終所有人都會以唔同方式理解，不過你要完全放低要人接受嘅需要，佢哋點樣用與你無關。啱啊！你之前都講過，真係好有道理。我仲想問啦，大象可以感受到幾百英里外嘅震動。我明白感官信息只有喺你有啱嘅器官時先至可以被處理，就好似狗可以聞到我哋聞唔到嘅味道咁。我真係好奇，就震動以及人類同身體嚟講，人類有冇身體嘅結構可以做到類似嘅事呢？唔係耳仔，係心臟。心臟就係接收深層震動嘅主要器官，仲會將嗰啲轉化到全身。有時其他器官會幫手，但主要係心臟。佢係咪心臟透過跳動產生嘅磁場，令能量場擴展呢？係啊，多謝你俾我呢個機會同你傾偈，你嘅分享我都有實際運用到，好興奮今日可以同你交流，多謝你。呢種分享對我哋都係一種熱情同喜悅。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記得俾個讚，分享俾你嘅朋友，同埋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多謝大家支持。